近呢個禮拜，如果你嚟到香港行過街邊啲書報攤呢，你一望落去見到啊，好多本八卦週刊，都係封面人物都係同一個人，就係阿區哥啊，外號亦叫做崩牙區嘅嚇，澳門嘅江湖大佬啊！呢位仁兄呢，14年前呢就俾政府捉咗佢啦，就判監啦。聽講又好似今年年底定係出年年初呢就會放出嚟啦。咁嗰啲八卦週刊呢，甚至一啲報紙呢，都講到似層層喎，話佢可能佢要做影視大亨啦，可能要進軍呢飲食業啦，亦有人話佢可能係重出江湖，要去參與嗰啲賭業嘅運作啊，賭場嘅生意嘅，甚至招兵買馬又廣收門生等等等等啦嚇，講到真嘅一樣啦。咁係咪真係咁呢？我有一次行過書報攤，見到啲八卦週刊，我都呆咗，諗緊好多嘢。諗起乜嘢啦？諗緊就係話坐完14年監嘅人出嚟，仲有咁嘅精力去搞咁多嘢，仲有咁嘅興趣喂！而且更加我諗緊嘅就係話幾好喎，唔通澳門人真係特別啲嘅，有情有義？你喺入邊坐咗14年，一出嚟話招兵買馬歸隊，啲兄弟就即刻歸隊咁聽你話㗎？你14年可能你啲手下都已經做咗大佬，甚至係大佬添啦，點會再重新歸隊啊？咁入邊背後呢，種種故事呢，到底有幾多成真幾多成假呢？其實好快知曉啫，等阿區哥大哥出咗嚟，我哋就見到㗎啦。咁企喺書報攤面前，我亦都諗起好多故事啦。譬如我都見過阿區哥一面㗎，喺邊度呢？亦喺澳門賭場啊，不過唔係約去飲茶灌水，係撞到啫嚇。我最記得嗰次係葡京啊嚇，企喺葡京度，有時一家人去玩啦，娛樂一下啦，企喺葡京賭場入邊。我嗰晚半夜3更添啊，好似半夜4點啊，你知好有時候賭癮發作咁樣，賭到半夜企喺度，突然間嘣一聲走紮人入嚟，行喺最前面嘅一個好細粒嘅，我一望一眼就係阿區哥，咁隔離梗係企咗5、6、7、8個人啦，個個高頭大馬，着晒黑西裝啦，十足拍電影咁啦，企晒喺度啦，咁佢一見到，哇！我望住阿區哥啦，區哥見到我望住佢喎，佢都轉頭嚟掘我一眼，好英㗎，嗰個真係掘我一眼啊！我一見到阿區哥嘅咁嘅眼神，我即刻耷低頭，轉身唔敢望我，又繼續賭錢，但係一眼難忘啊！點知阿區哥俾我望完一眼之後，冇幾耐，下個禮拜又俾人捉鬼咗。不過唔關我事啊，我見到報紙俾人捉咗啫。咁據說佢俾人捉咗呢，就係話因為過於高調啊。咁大家知道啦，14年前澳門社會治安非常不好噶嘛，甚至有人呢派啲手下攞 AK47去掃人哋嘅賭場噶嘛，甚至有人放炸彈，好似做學足教父啲電影咁，想炸個警司噶嘛。其實真正呢，有人話出事呢係因為太過高調到不得了啊！竟然用錢請阿任達華嚟拍戲嚟扮自己，而且仲接受啲英文雜誌訪問下，承認自己係黑社會大哥大。咁呢啲嘢呢，就令佢出事啦。咁當然其實澳門呢，除咗黑社會社團之外呢，有其他可以值得去注意嘅嘢嘅，賭場係一個啦，賭場文化其實亦有，譬如馬祖國啊，一啲民間傳統嘅文化嚇都值得注意。澳門其實係個好複雜、好多層次嘅社會嚟嘅。雖然有區哥咁嘅人物，亦有話賭王何鴻燊咁嘅人物，其實亦有好多好得意嘅老百姓。喺各行各業各個領域係做緊自己嘅嘢，盡緊自己嘅本分。所以對於澳門呢，就唔好以為係話只有一個賭字，只有一個黑字，甚至只有一個王字。澳門都係一個好實在有人情味嘅社會，我幾中意嘅，所以我就成日去啦。